大家好，我哋係心思，我哋希望大家可以按個讚，分享俾朋友，又或者訂閱我哋嘅頻道，等多啲人可以聽到我哋嘅故事啦。我今日要同大家介紹嘅係布萊恩卡拉斯嘅隨機效應。我首先想問下大家信唔信所有事情嘅發生都有佢固定嘅軌跡？即係話所有事上天都會有安排，所有事情嘅發生都只係去一個預定目的地嘅中途站，無論過程有咩變卦，都唔會影響到最終嘅結局。定係你會相信所有嘅事都係純粹嘅偶然？例如，若果有人可以坐時光機返去殺咗 BB 希特拉，你覺得咁就會改變咗之後嘅世界，會少咗好多戰爭，同死少咗好多人？本書嘅作者卡拉斯就認為，我哋嘅世界太過複雜，若果相信一切都跟住特定嘅軌跡，咁即係假設個世界就可以被完全預測、控制，甚至被一股神秘嘅力量所操縱，而我哋只係棋盤上面嘅棋子。但係作者就唔同意呢一個觀點，佢就相信事件嘅發生多數就係偶然、隨機嘅，好似一個小決定就可以改變歷史。例如，京都可以避過美國嘅原子彈，完全係因為一對夫婦10幾年前嘅一次浪漫旅程。1926年10月，亨利史丁生同佢嘅太太就去京都蜜月旅行，住喺都酒店56號房。佢哋俾滿山嘅紅葉同古老嘅寺廟所吸引，可惜只係玩咗6日。19年之後，1945年，史丁生成為美國戰爭部長。雖然投擲原子彈目標唔係佢嘅工作範圍，但係當佢知道京都係其中一個目標嘅時候，佢就出面阻止，甚至大聲話冇佢嘅批准唔可以炸京都。結果京都避過一劫，佢嘅位置就由長期補上。之後發生咩事，大家都應該清楚啦。講完呢個歷史例子，我哋又嚟睇下，既然事件咁隨機，我哋又可唔可以做預測呢？我哋一直都想知道未來，所以會求神問卜、睇相問米，甚至睇星座書。更科學嘅，我哋就會做回歸分析，用大數據預測趨勢，好似做股市分析咁。但係作者就指出，要準確預測需要海量嘅數據，而且只要數據有少少變化，結果就會翻天覆地。呢個就係混沌理論嘅核心。最經典嘅例子就係恐龍滅絕。想象一下，嗰粒撞落地球毀滅恐龍嘅小行星，如果佢早啲或者遲啲先撞落地球嘅話，佢可能會墮入深海而唔係淺海，釋放出較少嘅毒氣，恐龍或者唔會死晒。我哋今日仲可能要同佢爭地盤。另一個生活嘅例子就好似你中咗6合彩，純粹運氣，冇軌跡可尋。所以我哋一定要接受某程度上嘅不確定性，有啲事係冇得解釋，亦都冇得預料。咁點算啊？作者建議，既然咩都唔知，就不如擁抱不確定性帶嚟嘅驚喜同喜悅。想象一下，如果所有事都預先知道，按軌跡發生，生活豈不是悶死人？每一日起身都知道今日會點，冇驚喜，亦都冇冒險。你可能會話，我又係啲阿媽係女人嘅理論。係啊，咁下次你喺廁所撞到同事，尷尬唔知講咩嘅時候，你就可以會話，喂，信唔信所有事情嘅發生都有佢固定嘅？咁樣話題咪開咗咯，仲可以分享下你自己嘅隨機經歷添。我今日要講嘅就係咁多。本書仲有好多有趣嘅小故事，例如作者自己就係一宗兇殺案嘅副產品，佢爺爺因為一宗兇殺案而改變咗人生嘅軌跡，最終就生咗作者。有興趣嘅朋友喺書店或者網上見到本書就攞嚟睇下啦。如果你有自己嘅隨機故事的話，歡迎留言分享，或者我下一集可以讀出嚟討論下呢。我哋下次再講啦，再見。